阿妹老阿娘拿点电路的去打水果，其实没本来想到，特别啊，爱过节嘅时间，爱请其他嘅，就是要过节金钱嘅准备，唔做得咩，爱用百姓来布置，唔单抢自家，还做得老人爱给人，老母看人向下来做讨论，古时候一个仪式感啊，其实就系你嚟的嘅歌，叫爱用百姓来献策。抢由自家做得来做选择。接下来，我来分享到嘅句型係鄉下，佢係一個當家用到實用嘅句型哦。而且日常生活當中會邀請朋友鄉下嚟做一件事情，或者係講老母看人。鄉下愛做乜嘅東西，人家嘅同事朋友愛嚟鄉下做乜嘅都會用到。像係愛鄉下去買東西麼？我老朋友鄉下去講嘢，也係我老記鄉下做好嘅，一條都係日常生活直接講到嘅話。今日呢，鄉下一隻機器，喺客家地度愛用百姓來運用咧，客家話。鄉下，鄉下，華語的意思是一起，一起。鄉下，華語的意思是一起。你鄉下去讀電路。你鄉下去讀電路，華語的意思是我們一起去挑禮物。我們一起去挑禮物。嘅南西鄉用版講，我哋鄉下去讀夢想。我哋鄉下去讀夢想。我哋鄉下去讀夢想，我哋鄉下去讀夢想，我哋鄉下去讀夢想，我哋鄉下去讀夢想。鄉下，華語的意思是一起，做得鄉下討論。做得鄉下討論，華語的意思是可以一起討論，可以一起討論。鄉下，華語的意思是一起，同陌生人鄉下分享一份心意。同陌生人鄉下分享一份心意，未做得個，老陌生人鄉下分享一份心意，老陌生人鄉下分享一份心意。華語的意思是跟家人一起分享這份心意，跟家人一起分享這份心意。南西鄉用版講，同六家人鄉下分享一份心意。同六家人鄉下分享一份心意。一下嘅學會用版嚟用一個鄉下一隻機器，接下來我就來看日常生活當中係讀到實際嘅情形之下，做定用版型嚟用。阿媽老阿娘哦，啲買完過節用嘅東西後，咪鄉下嚟去選擇而帶轉屋卡嘅電路，唔過電路很上多種，按用版型嚟讀咯。其實啦，過節前因為買當到冇空用嘅電路，古時啲買家下唔可能又會用到呢條鄉下嘅機器。接下來就來看一件咩嘅短片。